而且我们在2025的最后一天、最后晚上，我们再次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更重要，我们晚上透过黄仁纯牧师带来上帝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今年的结束迈向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带着从神而来的祝福，可以走向新的一年。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先用一个渴慕热情的心来打开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在开始之前，也邀请每一个我们先开口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在晚上的聚会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全然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祷告，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晚上的聚会，为了今天晚上你渴慕的心，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聚集在神面前。神啊，求你打开我们对你的守护，打开对你的热情，让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让他生命来的是我们的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的眼目完全的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领受你上主的话语的信息，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的力量。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点燃我们晚上在这里的渴慕，愿神你亲自保守赐福，愿神你运行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带领，透过你运行在这个地方，使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你的工作。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神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从2025年一开始，一路走到2025年最后一天。虽然在一年当中，每一个人经历的不同，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相信，直到如今，每一天、每一步都有你美好的恩典。愿神你在今天晚上再次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美好的作为。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愿你都打开天上的门窗，倾倒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当在今天晚上领受你信息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那个亮光，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来遵循着你的亮光，遵循着你的带领，遵循你的教导。愿神你在今天晚上让我们看见你的存在，让我们看见的荣耀就在这地方彰显，让我们真的是渴慕来奔向你。让在今天晚上真的是渴慕你的存在，渴慕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们一起拍手感谢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做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开始。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向神来宣告：神啊，我要奔向你；神啊，因为你爱我，所以我要奔向那位爱我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诫命。受耶稣慈爱，信实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实行拯救。因此，最近祷告，因主保守天使引领，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绝望，不再犹豫，全心来敬靠守约的神。这首诗歌，上帝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不想爱你，受你诫命，你忍受耶稣慈爱。
晚上我们要来分享，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单单来仰望你，单单来注视你，因为我们是靠全心的依赖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心意；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来显明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应许以及恩典。愿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来注视你。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理想，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是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全然信靠你，赐我理想，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力量，我爱你，做你
让我们与你在你的爱中相遇，在你的保护当中与你相遇，在你的恩典当中与你相遇。是的，神，我们渴望不仅是每一天与你相遇，我们也渴望在再来新的一年2026年一整年，我们都要与你来相遇。我们靠在你的保守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完全的带领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渴望在爱中，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的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是否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的生。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是否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的生。我信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信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让我可以快跑跟随你。接近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信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是否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的生。一次降服在你大能
愿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在诗歌当中，我们的灵被神再一次的来开启，愿神赐福我们今天为自己祷告的这段时间。2025年即将结束，你过得好吗？好，感谢主。有人说好，可能有的人也过得很辛苦。即将挥别2025年，你期待自己在2026年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我期待我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期待我们教会要成为奔向50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更好的神的儿女。我们接下来有几段祷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祷告。好，我们第一段的祷告，我们来看，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常常赞美，细数主恩。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有没有常常感谢上帝啊？你有没有连跌倒受伤都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恩典。我记得我最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回顾我小时候神怎么照顾我，到我长大，到我结婚，到我成为阿嬷，神怎么照顾我。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2、3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鱼池，渔温。有一次晚上背书包要跟姐姐他们去渔温念书我可能重心不稳，我就背着书包就从那个蹦就摔下去，然后我知道我那个水是咚咚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哥哥姐姐他们在旁边把我拉起来。第二次是有一次我又摔下去，一共2次。那我现在回顾起来都觉得神你好爱我。但我那个时候都是有大人在，要不然我可能
不在了，感谢神哦。那几次的经验，这样回顾起来，就是神很感谢神。也记得我，就是已经有10年的那个驾照的证照，可是我都没有开过。那我的先生要去越南工作，但是我每一个礼拜他说一定要回教会屏东的林边教会服侍。那10年根本没开过车，可是神我先生就说你开冲就对了，那我就开，那还载了一个5岁的，那个时候一个6岁，一个2岁，7岁一个2岁，然后我就傻傻的开上去，有时候要下错交流道，有时候还有一些危险。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大的胆量？其实是神在保护我，神在保护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会凡事谢恩，你要去回顾神的恩典，细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可能是一个小小事件，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神的一个恩典。可是我们就是要去感谢神，神啊，你怎么这么爱我？你怎么这样子的救赎我？让我从水里面跌进去的时候，旁边是有大人在的。我开车的时候，神竟然是保护我这个10年有驾照但是没有开过车的人。感谢神，神是这样一路的保守。好，所以我们来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一起开口来思想神怎么爱你，怎么帮助你。是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开口在你的面前，感谢你，从我们过去到现在的保守，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回顾你过去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完。主啊，感谢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一生都要来跟随你，我们一生都要来数算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何其大。赞美你，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你如此的恩典，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谢谢主，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主。你是从过去到现在都帮助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拯救我们，特别谢谢你拯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在许多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同在，主啊，谢谢你，赞美你，阿们。来第二个祷告，也是来为自己祷告。我们要学习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罪，除去我们的老我，不再定罪自己，接纳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所爱的儿女，你是神所爱的儿女。是的，我们要很肯定，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圣经诗篇103篇10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比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半，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也许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也许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想我们不过是尘土。对，神知道我们就像尘土那么小而已，他知道我们很平凡，我们很软弱，所以神知道我们很需要神的拯救，因而神他要拯救我们这些不堪的人，我们这些软弱人。但是我们要更谦卑的向神来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特别除去我们的老我，不再定罪，不再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不被爱的人。不，神很爱我们。你看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清楚，他的慈爱，他的爱是那么的大，那么高，那么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感谢神，我们来向神祷告，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过去如果有犯了神不喜爱的罪，在这个2025年的这个最后一天，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一起开口。
罪中行，主，我们不再定罪我们自己，我们不再苦毒。是的，主，神你的爱可以的话，感谢赞美，谢谢主，谢谢主，是的，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神的爱，哈利路亚，让这罪恶才远离我们。感谢赞美，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虽然像尘土那么的平凡，那么的软弱，但是你却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主啊，让我们学习不再定罪自己，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不再苦毒，我们不再说负面的话，我们更多的接纳自己，因为神，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收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每一个人的祷告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那过去不合心意的这样生命的特质。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是奉你的名求，阿们。我们第三个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要原谅宽恕他人或家人过往的过错或是一些伤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别人伤害过，或是在言语上，甚至或是行为上很多方面。但是我们要来学习，我们今天就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得一些帮助跟亮光啊。以弗所书4章30到32，我们一起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让、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的儿女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同行，但是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灵与我们同行同在，所以我们常常不小心生气，甚至生气很久，不原谅别人，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除掉那些不要让圣灵担忧的这些会让生命亏损的这样子的状况。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被更新，我们的灵里被更新，我们会愿意原谅别人。饶恕也是一种关系的重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跟神说，我练习来饶恕对我曾经伤害的人。但是饶恕呢，也不是说容许罪行继续让它来进行，是我们学习用耶稣的爱来爱这些人，来包容这些人。饶恕也不是假装忘记，有的人常会说我忘记了就好，其实你没有忘记，你还是会再抖出来讲。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去学习真的饶恕。这一段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口来为自己几秒的这样的思想，你曾经有怎样的伤害或是有难过，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去原谅别人，因为原谅别人，我们自己也得释放。主啊，求你纪念每一个在位置当中为自己过往被伤害，或是愿意原谅别人，或是曾经伤害别人的这样的祷告。主啊，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跟主更深的连结，更深的来改变。谢谢主垂听每个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你的名求，阿们。接下来第4个祷告，我们来学习眼光专注于耶稣，追求圣洁，敬虔的爱主、爱人、爱教会。
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很不容易。我们先来看这段哥林多前书6章19节的经文，一起来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过圣洁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不是只有把圣经抄一遍，或是抄很快，或是知道很多圣经知识，不是这样，是真的要去落实，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然后我们要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战胜世界各样的诱惑，抗拒各样的引诱或不合神心意的，或是那些心思意念，或是瘾头过度的饮酒，或是网络沉迷，或是坏脾气，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眼光专注于耶稣，追求圣洁，敬虔爱主爱人爱教会。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的眼光要专注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耶稣，我们的眼光专注于你，让我们追求圣洁，敬虔爱主。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是的，主啊，让我们的眼光只单单的仰望你。主啊，让我们追求圣洁，让我们的生命真是活出神的美好，让我们的生命真是敬虔爱主、爱人、爱我们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儿女，成为一个神你喜悦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第5个学习，第5个学习是。好，第5个学习，服侍时同心合一，谦卑委身，顺服权柄，彼此推举，归荣耀给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要跨进这个50禧年，我们的同工，每一位同工都要更合一，更谦卑，更顺服权柄，彼此推举，特别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圣经彼得前书4章10节跟马可福音9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门徒突然就回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我们不管服侍什么，我们都要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每一个服侍，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神给我们很多恩赐，恩赐不同，有的会弹琴，有的会交通指挥，指挥得很好。神喜欢我们的服侍，所以当有服侍的时候，我们都不分彼此，愿意的心来服侍神，眼光对焦耶稣就对了。我们一起开口，为这段让自己未来的服侍真的是眼光，真是针对定睛在神。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谢谢你赐予我们各样的恩赐，主啊，叫我们真是同心合一，我们谦卑顺服，全凭主啊，追求是的，是的，是的，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是合一，我们教会要迈入50禧年，更合一的服侍在当中，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让我们的教会即将要迈入50禧年。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教会服事要更合心，更同心合一。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要更谦卑顺服权柄，我们要彼此推举，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归荣耀给神，我们将我们的服事尽心尽力归给爱我们的神。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啊！